可以出轨，但是为人的用出一切办法不离所想，用这副法对，有对了无？一切办法不离你所想。啊，这修理是啥个？何其出现本主不足，何其出现本主清净，何其出现不随便，何其是主性。哦，这个做啊，这个啊，数理数本一点何其出现连性办法？这数本叫做普足，这数本叫做一本，零就叫做妙法，叫做数本一零，数本一零就是这四。何其出现本主清净，本主普足，本不生变，本不动摇，这叫数本。何其出现本主普足，这叫做妙语，这叫做口有本觉有义。人安尼得了后，一无所住的心理性。哦，这个时阵咱得到，这叫做入祖殊胜。不入祖殊胜，你无入祖殊胜，你得到迄个祖殊法，你哪可能？毋是啊，简单无可能啦，毋是像咱今日日，哦，真是咱真苦恼的时阵，过去是单纯作秀，今日要请人来就爱去讲，哦，过去是咱去求哦，即嘛是换书咧读，较早是学咧读书哦，好多时期这一年的这当中，你讲看。让你喜欢别嘛，不别嘛不清，所以这一年之下了后，一点完了后，我说出来讲，这个你不记得去，就该洗澡，放在洗澡，到尾一过要经过迄个港口的时阵，要真正你讲而且速度我在迄大咧看咧就知影吼，洗澡。早前年啊，这个新南国，做单位民众叫四平小公园。早前年啊，叫叫当然伊南走啊，南山走，伊徛得比较紧啊，叫叫叫，叫要叫什么啊？叫咱把迄个把你管，所以做对了，你若把伊管尔，伊管就了出来，按出来怎说明迄个啦？你若去到内了个迄个了，伊迄个要骗人少啊，骗。好，单位面要起咧出来，伊就知影，起袂叮当，敢真正生意起袂叮当，咱起袂叮当，敢是安尼吼？其实应该是起袂叮当，伊要起咧物件上，讲，这医化可真实，这个物件睇得有真诶，用真大的良心的发现。哦，我是有法来，我是有法来。哦，所以这个时阵，但你既然违法而来，请秉性一切出现。哦，秉性一切出现，伫遐当中合作嘅情啊，你秉性一切出现，就是讲你的心一定要回归一个正清净、无了、无恶劣的心，秉性一切出现。哦，那不出现不是哦，是明啊，不能。伫迄个当中，伫遐个当中啊，迄个单位面啊得到了当时所办，伫遐单位面，伊迄个会员伊摆着一个单什么，伊踏入迄个书的名，到尾迄当作光一下，这样干。啊，虽然我也感觉这方面来就是讲，今日让做书来清净，甲咱清净，咱要得到这个净化。过去是遐个困难，但是即摆呢，来到普谈，来到这个叫普度有缘，所以毕竟啊，道路方开，啊人生无缘嘛，哦，啊所以将不能做事情，茫然处六头，这个茫然处六头一个叫做尊无界，啊一个叫做心同体，这个两行。哦，你存在无限，那你尊无界，那是同体的进定。哦，无界，这个叫做理见入理，就是有灵魂吼。所以你袂使存着一个无界，你存着一个无界，那嘛是有界。
你收一个高低，啊嘛是一低，迄叫做哪？离经公经的第2分，第2分就来讲哦，苏博德肉心处上，即种我言众生实相；肉处不上，即种我言众生实相。可以讲，肉处非法上，即种我言众生实相。立定必求，地魔所法，如法如者，法上应命，应常无无法。这个就是来讲，尊武见甲四方理，肉心处上，你要去处到一个知见，要处到一个迄个知见，那安尼你已经莫定四种造作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造作。肉处不上。肉处不上，就是莫言，就是你要离法中要处到一个尊武见，你都要处到一个尊武见的法，安尼莫定事就走。听好无？可以讲，肉处非法上，肉处非法相，迄个非法相叫做空相，叫做修空谛。好。叫做修空谛，肉你都要处到一个空相，你都要处到一个非法相，这个非法相就叫做空相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实际上都造出。安尼讲听，逆应必求啦，知我所法，如法如者。你这必求，要听我讲法，如法如者，就参照相牌啊，如法如者。如法如者，比如啦，咱佛陀甲伊讲如法，这个牌啊，这个牌啊，比如啦，法上应相，可讲无法。迄个法，你这个牌啊，使到这个高低，对不对？法是爱下掉伊啊，对，这个牌啊，放掉人哪去？啊，这个牌啊，若无放掉人哪去？好，所以法上应相。应这个法，这个啊，应该叫应相，这个有功用的物件爱相，何况非法？何况迄个空法，这个空啊，何必这个空相的法更爱相？啊，空相的法毋是无功用，迄个空相的法毋是直接功用，伊毋是直接，直接牌啊。法上应相，这个就爱写掉的。何况，哦，违法，何况非法。这个非法就是讲叫做空法啦哈，叫做空相法，哎，毋是讲无去的意思，哎，伊这个讲空的意思。啊，这个空，因为咱到这不入左思摄，妄言出两途，就是咧讲讲，迄个。肉心处相，咱的心若出来一个相，有另外口出来一个相入来，安尼咱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来听啦吼，这叫做四相。啊，你的心若要出一个法相，就多万年啦，还是经光经观啦吼。安尼嘛，都有一个我相、人相，这叫做个性，这叫我相、人相、众生、寿者相，安尼听啦吼。可以讲，肉处非法相。我这心的思想甲写了伊，啊，法的思想甲写了伊，我拢嘛甲执着，毋过你甲执着一个空相，安尼讲听？肉处的，你到伫这两空的内底，都甲处一个空，啊，这叫做非法相，叫做执着一个空啦。两空的内底，都处着一个空啦。你莫定思想，空已经写了呀吼。啊，法定思想啊，空已经写了呀吼，啊，这无两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遐写到倒来，要写到要执着一个这两空的空，啊，我就也无执相啊，也无执我相啊，也无我心也无处相啊，也无处我相啊，我拢无啊。但是你安尼心有一个空间内底，你执一个无的空间内底，啊，你无空嘛有呢，嘛不会成真呢。你都有一个空间内底，所以讲肉处非法相，哦，
即着5字种死者。后壁听好哦，拟定必求，恁这会上咧听我讲法，哦，离无所法，如法有者有参照。白了先生，即个有形上的法律爱写条伊啊，何况违法？何况无形上的直接讲了，更爱写条，你当给。按咁条意思，法律金光经，从地人就是咧甲你解释的，这个妄言出龙头，这道理就是讲，这个要想来讲，我想你若听无啥无，听到着啦。啊，反正这道理就是安尼啊，啊，你无讲到这个物件啦。我都讲一个上，我都讲水互恁领导当水啊，啊，讲这个嘛有意思，啊，伊这较实际的讲这个，哦，安尼啦吼。你看。今日个时间嘛，是毛病吼，那个，虽然讲无屁股啊，讲做这物件，啊，所以物件伊道理是爱要去了解吼。还要讲紧吼，啊，你若无了解，咱会当个来切磋啦，咱银行9千块、9点半吼，咱好啊，我这个所在跟政府结束，啊，将来我哋来信息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老师。感谢目前人时间前到预工，蹲到预工，一般向无锡拉5行3公里前到预工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目前人时间鞠躬，蹲到预工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目前人时间鞠躬，持下向无锡拉5行3公里前到预工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履鞠躬，双架腹前履鞠躬，持架点团师鞠躬，蹲到。